當美利堅合眾國累積到50個州嘅時候咧，白宮就舉辦咗一個設計旗幟嘅比賽。咁最終入選嘅版本咧有3個嘅，其中一個咧係一個中學生，佢嘅學校功課，Robert 得17歲，當時學校嘅成績係 B 減。佢老師開玩笑話，如果佢呢個設計咧入選咧，就會調高佢嘅成績。結果入咗選，後來攞到個 A。我諗今年咧就最常你喺新聞見到嘅國旗會係美國嘅國旗。究竟美國國旗嘅來源最初喺邊度呢？咁樣喺1773年，美國發生咗好著名嘅叫茶黨事件。當時有幾千個美國人就走到去波士頓嘅海港去抗議，因為當時大英帝國就對茶葉嘅進口徵收關稅。而領導抗議活動嘅組織叫做自由之子，當時好憤怒嘅群眾就整整將342箱嘅茶葉倒晒落海裏邊。咁歷史學家就相信呢件事成為咗美國獨立革命嘅前哨。有趣嘅就係佢哋當日毀壞嘅茶葉係屬於東印度公司。大家估下呢兩個組織嘅旗幟係點樣嘅？係咁樣嘅，有個好有趣嘅資料，東印度公司嘅旗幟右邊嗰個，原來係受印尼爪哇島影響嘅，因為當時印尼嘅咖啡咧係供應到成個歐洲去。大家有冇諗過美國嘅國旗可能嚟自印尼㗎？諗都未諗過。基督徒話歷史係上帝嘅故事 ，History is His story。好有意思，就算你未係一個基督徒，專家都提醒我哋讀歷史係有好多智慧嘅。咁今年我哋都相信喺日常生活裏邊，透過新舊約聖經嘅歷史故事，我哋會經歷上帝。今次我哋第3組嘅主題，我哋嘅吃喝玩樂。今日講飲，正話主席讀嘅經文，以賽亞書66章，同往時一樣。飲有字面嘅意思，有象徵嘅意思。我哋先睇佢字面嘅意思。呢一節嘅經文係以賽亞書嘅終結嘅部分。嗰部分有3個重點嘅，就係警告人，神要施行審判。第二，神要安慰嗰啲遭遇苦難嘅人。今日嘅詩歌，多謝。第三，而救恩嘅應許係包括外邦人嘅。咁11節就係講到救恩嘅部分，講到神會賞賜嗰啲順服佢嘅人，好似 BB 咁樣啊，喺上帝嘅懷抱，喺聖靈嘅奶水之下被乳養。各位想象下，你同我係一個 BB， 而家喺天父嘅懷抱裏邊飲住媽媽嘅奶水，嚟到享受最滿意嘅飽足、喜樂同埋榮耀。我哋成日鼓勵弟兄姊妹咧，試下用5官投入去讀聖經。你試下喺嘴裏邊細細味嗰個聖靈嘅甜蜜嘅奶水啊，嗒下佢啊，跟住望一望，見到天父爸爸喺度咪咪嘴笑。咁我哋因為飲奶水啦，就伏喺佢身度，我哋係聽到天父嘅心跳聲嘅，我哋甚至聞到耶穌身上發出嚟嘅香氣，甚至呢個 B 咧喐下手摸下上帝呢個好嫩滑嘅肌膚。各位，上帝就係咁樣愛我哋，就係咁樣供應我哋，就係咁樣保護我哋。好寶貝，飲喺聖經裏邊好重要。讀俾你聽，印尼國旗啊，原來3支旗係有關係嘅。詩篇，他要喝路邊嘅河水，要抬起頭來。詩篇110篇係舊約嘅君王嘅登基詩，有趣，亦都係新約最常引用嘅彌賽亞嘅詩篇。呢一節經文嘅上文係講到呢個君王去打仗，佢勝過佢嘅仇敵，講佢打到最緊張嘅時候，啲士兵口渴，所以上帝喺呢度就為君王
同埋佢嘅軍隊提供清澈嘅溪水去同佢哋解渴。飲完呢個水之後呢，佢哋就精神為之一振，體力充沛，繼續去打仗，將敵人嚟到趕退，直至到徹底殲滅為止。你可能知道喺舊約呢，打仗呢，你要擊退敵軍，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斷水。斷水就能夠打退對方。調轉，如果你要保護一個城市嘅話，你最緊要確保你有足夠嘅水源。所以如果你去聖地啊，參觀嗰啲聖地啊，你成日睇到嗰啲水道啊，嗰啲咁樣。我哋呢一代嘅人有幾多試過制水㗎？都有啲喎。正話傾偈同 Michelle 馬來西亞咧，我哋嗰啲年代咧都成日制水嘅。我仲記得咧，為咗要得到足夠嘅食水咧，攞晒啲沙煲冷餐去排隊啊，去擔水啊咁樣。各位你有冇諗過，今日你一打開個水龍頭，有水流出嚟，唔係必然㗎，唔係奉旨㗎。所以請你每次打開個水龍頭，有水流出嚟，請你帶住一個感恩嘅心嚟到領受。我哋正下傾偈，有幾個馬來西亞 friend 喺度，廣東話真係好撈教。我喺香港嘅時候，仲要讀九音嘅嗰時候，咩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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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嗰啲咧，水咧又特別有意思嘅喎，廣東話。你哋香港人可能唔覺，你傾偈叫咩？吹水。中意叫咩？心水。自豪叫咩？威水。聰明叫咩？醒水。減少叫咩？縮水。失蹤叫咩？潛水。緋聞叫咩？煲水。離開咧叫散水。冇希望叫凍過水。低水平叫水鬥水。一知半解叫半桶水。海外留學啊叫浸鹹水。進退兩難就唔湯唔水。遭模作樣叫整色整水。糊裡糊塗叫一頭霧水。係咪好煩啊 Michelle？水仲有財富嘅意思，所以香港人好中意呢個字嘅。有錢你叫搭水啊嘛，俾錢你叫磅水啊嘛，借錢你叫度水啊嘛，籌款你叫撲水啊嘛，佣金你叫抽水啊嘛，暴利你叫掠水啊嘛，財運亨通你叫豬籠入水啊嘛，見利失義失去利益叫見財化水。各位諗下，下次你飲杯清水嘅時候，天氣好熱，唔該你飲多啲水，感謝上帝嘅供應，上帝嘅照顧，上帝嘅保守。飲水係一個屬靈操練，你有冇諗過啊？天氣咁熱，飲杯清水係一個屬靈操練。路加福音，沒有人飲咗陳酒又想飲新酒，他總會說陳的好。講完飲奶，講完飲水，梗係要講飲酒。喺呢度耶穌講咗一個新舊好難融合嘅比喻。嗱，一般嘅原則咧，陳年嘅舊酒係好過新酒嘅，但係主耶穌就提醒門徒屬靈嘅原則啱啱相反。基督徒要準備棄舊迎新，屬靈嘅事最怕就係墨守成規。所以請大家唔好留戀你過往嗰啲嘅屬靈經驗。所以次次講見證咧，我哋只能夠講60年前嘅得救見證，好似呢60年冇經歷過上帝咁樣。各位，特別係以前嘅經歷係會攔咗我哋今日去經歷神嘅新嘅恩典、新嘅作為。各位，原來喺聖經裏邊，酒係有正面嘅一面嘅。酒係我哋人享受嘅一個飲品，所以我提醒你，神喺舊約對人嘅祝福一個方程式係乜嘢啊？五穀、新酒和油。呢個方程式就係上帝祝福人嘅一個標準。酒係舊約慶祝嘅時候一個喜樂嘅象徵。上個禮拜我哋話食正啲，所以耶穌喺迦拿婚宴第一個神蹟就係酒。陣間我哋會討論呢個醉酒嘅問題。好啦，睇完字面意思啦，睇下聖經裏邊飲嘅象徵嘅意思。約伯話：全能者嘅箭射入我嘅心，佢嘅毒我嘅靈飲盡了，神嘅驚嚇擺陣嚟到攻擊我，
好熟悉約伯，佢受盡各種嘅痛苦同攻擊，受盡威逼同驚嚇。佢相信所有嘢都係上帝容許先至會發生。佢經歷到全能者對準佢嚟到亂箭掃射，甚至佢覺得上帝要約伯去飲毒酒啊！你有冇睇古裝劇啊？即係嗰啲呢，有個杯呢，君要神死，神不能不死，一飲瓜咗個杯。OK， 約伯都幾無助，約伯都幾委屈嘅，有少少似你香港人時候講食死貓咁樣，個杯酒喺度，你冇得唔飲。希望大家明白呢，杯呢個 image 呢個意象喺聖經裏邊可以有正面有反面嘅意思，關鍵就係呢個杯裏邊栽嘅係乜嘢？好嘅，我哋好熟，詩篇23篇，福杯滿溢；壞嘅就係代表上帝嘅審判同埋咒詛嘅苦杯。新約話俾我哋聽，因為耶穌為我哋飲咗嗰個象徵上帝憤怒同埋懲罰嘅杯，所以今日基督徒每個月嘅第一個禮拜，我哋可以喺教堂裏邊喺聖餐嘅時候舉起嗰個耶穌嘅救恩之杯。所以希望大家以後喺廚房洗杯嘅時候呢，唔好怨啊嚇！原來杯有咁多屬靈嘅意思嘅。詩篇80篇，你要以眼淚當食物俾佢哋飲，又要亮出眼淚俾佢哋飲。經文嘅背景係以色列人被擄到亞述去，好慘嘅背景。所以呢件事係震撼咗當時嘅猶大人。敵人嘅入侵，佢哋就呼求上帝嚟到拯救佢哋。喺呢度佢哋向上帝嚟到訴苦，講下佢哋幾慘，講下佢哋受刑罰嗰個難過嘅心情。結果佢哋只能夠以淚洗面。喺呢度甚至攞眼淚當水嚟到飲。大家記得喺曠野嘅時候，神俾嗎哪佢哋食啦，係咪？冇水飲嘅時候，磐石有水流出嚟俾佢哋飲。但係而家佢哋離棄神，離棄律法，所以只能夠用大杯大杯嘅淚水作為食物同埋飲品。諗下佢哋當時低落嘅情況。你問今日嘅精神科醫生，佢哋肯定有抑鬱症 （depression）。大家試過咁苦未啊？大家試過喺呢啲苦難同埋打擊裏邊嗎？大家試過冇咗胃口嗎？食任何嘢味道都一樣嘅，甚至食唔到。大家試過你飲啖水都覺得苦㗎嗎？我探訪我聽過幾次，牧師你唔明，我飲啖清水我都覺得係苦嘅。眼好似開咗水掣咁，嗰啲眼淚係咁流。如果有人當中不幸經歷過呢啲事情，你仲記唔記得你係點樣靠上帝離開嗰個好陰森嘅深坑啊？猶太人有個好靚關於眼淚嘅故事。原來當神造人嘅時候呢，係冇淚腺㗎喎。猶太人講嘅。當夏娃犯罪之後，神罰佢哋啦，佢哋就好傷痛，就匿埋喺個山洞裏邊，極度嘅傷心難過。上帝唔捨得，就派天使去探佢哋，關心佢哋。天使聽完佢哋訴苦，睇完佢哋嘅苦況，天使就決定賜下眼淚呢份禮物俾佢哋，以致佢哋可以感受自己嘅痛苦，可以透過眼淚嚟到舒緩一啲負面嘅情緒。自此，人就用流淚嚟到表達自己內裏邊嘅傷痛。好靚嘅故事。各位，你最近一次喊係幾時啊？為咩事啊？為邊個啊？或者你有冇試過一啲好開心嘅眼淚啊？好感動嘅眼淚啊？弟兄，仲有冇人信男人流血不流淚嘅？陣間排隊見盧春生。點解要壓抑自己呢？搞到自己咁辛苦呢？記唔記得耶穌都喊過啊？如果而家有個人喺你面前喊，你同佢講咩？識唔識處理？識唔識面對啊？
各位記唔記得聖經一個好寶貝嘅應許啊？我講上半句，你講下半句好唔好啊？流淚撒種的，必歡呼收割。希伯來書好似一塊田，吃過屢次嘅雨水，生長菜蔬，合乎耕種人用，而且從神得福。呢一章經文係鼓勵基督徒要離開道理嘅開端，要追求一啲進階嘅信仰。經文強調我哋唔需要再立別嘅根基，不過呢段經文係警告我哋唔可以離棄真道，特別基督徒，我哋經歷咗上帝種種嘅恩典，唔好忘恩負義。呢度用嘅意象就係一幅嘅肥田，因為我哋食飽咗雨水嘅滋潤，所以我哋能夠長出豐盛嘅蔬果，嚟到代表基督徒享受神俾我哋各樣嘅福氣。記唔記得耶穌係用田地去形容我哋好多人嘅內心啊？耶穌好多比喻嚇，點樣嘅心田就決定點樣嘅出產，而雨水就係代表上帝嘅供應，冇人可以靠努力得着雨水。多謝今日嘅主席不斷提醒我哋呢個係恩典。阿 Grace 唔喺度，所以恩雨呢個名真係改得好。當然人要同神去合作，咁樣先能夠結出聖靈美好嘅果子。How？點樣啊？呢度話呢個田地吃飽從天上嚟嘅雨水，跟住我哋就能夠透過生命嘅改變，恩雨嗰啲嘅見證，去説明神奇妙嘅作為。耶穌喺設立聖餐嘅時候講過一句好重要嘅説話，乜嘢啊？吃這餅，喝這杯。溫習，我講過基督徒係飲食男女，亞當夏娃墮落係食出個原罪嚟。出埃及嘅自由故事係始於逾越節嘅筵席。記唔記得猶太人喺曠野路成日點嗰個常餐啊？嗎哪咯。神對佢子民嘅聖潔要求，其中係包括乜嘢啊？潔淨嘅飲食嘅條例。新約將成個過程逆轉過來，耶穌嘅拯救係因為佢為我哋擘爛佢嘅身體，流出佢嘅寶血。所以基督徒，我哋得釋放嘅故事係始於耶穌設立嘅最後晚餐。所以聖餐係我哋教會每個月定期會進行嘅常餐。所以唔好意思，冇 A 餐 B 餐 C 班，我哋有常餐，説明和好，説明團契，一個愛言，亦都説明耶穌為我哋獻咗一個美麗嘅祭。所以自此我哋亦都要向上帝獻上我哋自己。我成日考弟兄姊妹嘅，你知唔知道我哋嘅前廊有8個中文字寫住主為我死，我為主活，喺邊度？你陣間散會出去望 OK。自此我哋嘅身體就由聖靈所塑造，唔係俾呢個文化去洗腦。我哋嘅生命唔再屬於自己，係為咗榮耀上帝同埋服侍其他人而存在。我哋嘅生活唔再係消費主義嘅商品，我哋嘅生命係服侍呢個世代嘅祭品。最後，人生唔再係淨係為咗享樂，更加有時要為主受苦。大家有冇諗過呢個細細嘅餅、細細嘅杯有咁重大嘅價值啊？好多新朋友時候今日教會有餐食喎咁，聽講話教會又嚟到，哎呀好失望，今朝冇食早餐添咁啊！餅咁細嚿，個杯咁細杯咁樣。好啦，我哋開始睇下呢個醉酒嘅問題。好重要嘅經文喺箴言讀俾你聽。智者話：我兒啊，你要聽啊，要存智慧，好喺正道上引導你嘅心。好飲酒、好吃肉嘅，唔好同佢哋來往，因為好酒貪食嘅會致貧窮，好睡覺嘅必穿爛衣服。我哋從象徵嘅角度睇過飲毒、飲淚、飲乳。從字面嘅角度睇過飲奶、飲水、飲酒，我哋要開始討論呢一個醉酒嘅問題。我哋先從反面嘅角度睇，19節智者講嘢。智者嘅
責任就係用真道去引導人嘅心。講緊個課題係20-21節，唔好同嗰啲貪食好酒嘅人來往。點解啊？呢啲嘅生活代表佢哋嘅放蕩，佢哋嘅揮霍，佢哋嘅奢侈，佢哋冇節制，所以佢哋成日昏昏欲睡，懶洋洋。各位，呢班人最後會導致貧窮，所以智者話呢啲係壞朋友嚟嘅。如果你身居要職，智者話你唔好黐埋呢啲人度。原來身居要職嘅人，根據智者嘅睇法係要遠離酒水。跟住經文以下講咗好多醉酒嘅弊端。所以我哋當中好酒之人要聽清楚啦。箴言23章29節，邊個有禍患？邊個有憂愁？邊個有爭鬥？邊個有哀嘆？邊個會無故受傷？邊個會眼目紅赤？就係嗰啲流連飲酒，經常去尋找調和酒嘅人。酒發紅喺杯裏邊閃爍，唔好睇喎，飲落去好舒服㗎，但係終究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個眼會見到怪異嘅事，你個心會發出乖謬嘅話。你好似瞓喺個海度，瞓喺個吊床上邊，你講咩啊？打我啦，我唔會傷㗎。鞭我啦，我冇感覺㗎。瞓醒之後呢，繼續去飲酒。各位29-30節，原來醉酒會令人眼紅呆滯。呢度話我哋容易會受傷、有意外、有禍患嘅。所以飲酒唔揸車，揸車唔飲酒。OK， 你知醉駕好大問題嘅。第二，呢度話會加深自己嘅愁緒同埋哀嘆嘅，會憂愁嘅喎。咁呢個明啦，係咪？我哋都有俗語講咩啊？酒入愁上，愁更愁。甚至呢度話會引起人際間嘅衝突嘅喎。飲大咗點啊？嗌交啊，喐手喐腳啊咁樣。跟住呢，31節。原來酒都有吸引嘅地方，我哋望咁啷下啷下好型噶嘛，係咪？喺杯中閃爍咁樣，跟住呢，飲落去係舒服嘅喎，所以其實佢有吸引人嘅地方嘅。但係33-35節講咩啊？原來飲醉酒係會影響我哋嘅判斷力嘅，令到我哋精神恍惚，失去理智，冇辦法控制自己嘅身體，覺得唔單止個杯啷下啷下喎，你都啷下啷下喎，幾過癮啊咁樣。當然咧，呢個應用就可以應用喺其他嘅軟性毒品同埋一啲病態嘅賭博上邊，其實一樣。最有趣嘅就係瞓醒之後點啊？繼續飲。OK。聖經講嘅，各位好酒之人，原諒我，對唔住。聖經講嘅，唔係我講嘅。Anthony 笑咗對大聲。OK。耶利米書25章15節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你說：你從我手中接呢個憤怒嘅杯，憤怒嘅酒，使我差遣你去嘅各國俾嗰啲人去飲。各位，酒係上帝嘅懲罰同埋責罰。醉酒原來有佢嘅象徵意義嘅喺呢度。呢個酒杯代表咗上帝嘅公義、上帝嘅憤怒、上帝嘅責罰。聖經好清楚，神係輕慢不得嘅。我哋種乜嘢，我哋收乜嘢。所以舊約經常用醉酒嘅醜態去形容神對人嘅審判，講緊東倒西歪啊，講緊遭遇受害啊，講緊邁向死亡啊咁樣。所以神同先知話：我要責罰嗰啲人，你同我遞個酒杯俾佢哋。馬可福音好熟嘅經文，我哋一齊讀啦，好嘛？呢節1、2、3，他說：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將這杯撤走。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，只要從你的意思。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嘅祈禱，基督徒好熟。天父啊，拎走呢個杯。我不斷強調，嚴格嚟講，呢個唔係我哋經常講嗰個苦杯，冇，聖經冇呢個字。耶穌不怕苦，
耶穌已經準備好為我哋受盡身心靈各方面嘅痛楚。呢個杯係乜嘢啊？係天父憤怒嘅杯。呢個杯係上帝審判嘅杯。呢個杯係上帝責罰嘅杯。呢個先係耶穌所驚嘅。所以耶穌話：如果你得，請你拎走啦。咁點解啊？因為耶穌要肩負全人類嘅罪孽，所以迫使佢要同天父撕裂，同天父分開。記唔記得嗰句說話？我的父，我的父，為什麼你離開我？但係更大嘅問題，我哋成日叫呢個叫做苦杯。我成日話可能係反映我哋怕苦，我哋怕痛，所以我哋只係將我哋怕痛、怕苦、怕病、怕死嘅心態投射喺耶穌身上。更大嘅問題，我哋唔怕犯罪，唔怕神嘅憤怒，唔怕神嘅責罰，唔怕神嘅審判，唔怕呢位多謝 Per 忌邪嘅神。各位智者提醒我哋，醉酒個禍患係聖經嘅主調。我想好快同你睇5個聖經關於醉酒嘅負面嘅具體嘅例子。創世記，挪亞做農夫，栽咗葡萄園，佢飲咗園中嘅酒，佢醉咗，就喺帳篷裏邊赤住身體。呢件事係發生喺洪水審判之後嘅，所以理論上挪亞係好清楚犯罪嘅結果係嚴重嘅，但係好可惜，粵語殘片係啱嘅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所以唔知點解我哋可以共患難，唔可以共富貴。一富貴做咩啊？生活一安定，佢就做咗呢件醜事，結果將咒詛帶咗佢嘅家族裏邊。聖經話佢做農夫，佢種提子，跟住佢釀酒啦，跟住佢飲醉咗，跟住佢光脫脫瞓喺帳篷裏邊。翻去睇你嘅經文，佢有個仔，因此咁而冒犯咗爸爸嘅裸體。結果挪亞瞓醒之後咧，就咒呢個仔嘅後代。各位，原來順境嘅時候咧，我哋更加容易喺敬虔同埋道德嘅事上邊鬆懈落嚟嘅。第二個例子，羅德因為驚住喺，所以就同佢兩個女，從所以住喺個窿裏邊，兩個女住埋同一個窿。大女同細女話：爸爸老啦，地上冇人按住世上嘅常規嚟我哋呢度，咁咧我哋叫老豆飲酒，我哋與佢同寢，以致我哋可以為佢傳留後裔。另一個家庭嘅悲劇，今次喺羅德嘅屋企裏邊，我哋咪講過鹽嘅，你記唔記得啊？講到神要審判所多瑪俄摩拉，亞伯拉罕嘅祈禱就拯救咗羅德一家，首先離開罪惡之城。但有個吩咐，咩吩咐啊？唔好擰轉面，一擰轉頭就入波啦，係嘛？你覺唔覺？一去廁所入波喎，次次。你有冇睇世界盃啊？攞汽水先，入咗咯咁樣。佢老婆擰轉面，結果成為一根圓柱。有個新問題，阿媽唔喺度，而家剩翻我哋兩姊妹，又唔知邊個教佢啊？兩姊妹自浸，莫名其妙灌醉個老豆，同佢同房，同佢留後，結果真係咁樣發生，又係飲醉酒，結果生咗兩個日後被咒詛嘅民族，就係摩押人同埋亞捫人，又係醉酒闖嘅禍。聽過一個醉酒嘅小故事，有兩個喺酒吧裏面飲酒啊。琴晚有冇睇蘇格蘭啊 ？OK， 飲咗一陣，阿甲望住阿月，喂，聽你嘅口音，你好似係愛爾蘭嚟嘅喎。咁阿月話係啊，咁阿甲話：咦，愛爾蘭邊個城市啊？阿月話都柏林。阿甲話：咦，咁啱啊，我都係住喺愛爾蘭嘅都柏林喎。你唔會住喺嗰條 M 字頭嗰條街啊嘛？咁樣。阿月話：我好難想像，我就係住喺 M 字頭嗰條街。阿甲話：世界太細啦，你唔會係畢業自嗰間學校啊嘛？阿月話：你唔敢相信，我就係嗰間學校畢業嘅。跟住佢話：我係71年畢業嘅。阿甲話：嚇，冇可能，我都係71年畢業嘅。點解我冇印象見過你嘅？阿月話：我都完全冇印象見過你喎。咁大家覺唔覺得呢個對話好奇怪？
身邊嗰啲酒客都好奇怪，跟住對住調酒師話：喂，又幾奇怪喎！呢兩隻嘢咁奇怪嘅咁。你估調酒師講咩？佢話：哦，呢兩個常客嚟嘅，孖仔嚟嘅，睇嚟今晚又飲大咗啦。咁樣飲大咗就咁講嘢噶啦。撒母耳記上，亞比該翻到拿八嗰度，見佢屋企擺設筵席，好似王嘅筵席。拿八快樂大醉。亞比該無論大小事冇話俾佢聽，直到第二朝。到了早晨，拿八醒酒，佢嘅妻子將啲事話俾佢聽，結果佢魂不附體，身僵如石頭。過咗10日，神擊打佢死咗。Anthony 咩病徵嚟㗎呢啲？各位，醉酒好似吸煙咁，原來真係會危害健康嘅。大衛時期有個拿八，聖經話佢土豪嚟嘅。點解啊？36節形容佢嘅生活窮奢極侈，大擺筵席，結果大醉，醉到不省人事。第二朝瞓醒，太太就將佢得罪冒犯大衛，爭啲招惹殺身之禍，成件事講翻俾佢聽。結果拿八嚇到神不守舍，身體僵硬。我睇個資料就話有啲醫療觀察就話佢應該係中風。結果10日之後死咗啦咁樣。大家睇唔睇麥嘜同麥兜嗰啲㗎？阿麥太咪成日嚇個仔嘅。你有冇睇微小小説啦？有個細路食肉唔食菜，第二日佢死咗。你有冇睇㗎？父母要讀俾你細路聽啊！有個小朋友唔聽阿媽話，第二日佢死咗。今日我想話俾大家聽，如果你成日酗酒，第二日你係會死嘅。列王記上16章，猶大王亞撒26年，巴沙嘅仔以拉登基做以色列嘅王，淨係做咗2年。有管理佢一半戰車嘅臣子叫心利就背叛佢。當佢喺得撒家宰亞雜家裏邊飲醉酒嘅時候，心利就入去殺咗佢，謀咗佢嘅位。猶大王亞撒27年嘅事。神差遣先知去責備以色列嘅惡王叫巴沙，因為佢帶領百姓拜偶像，激嬲咗上帝，結果上帝就咒詛佢嘅家庭會被除滅。所以第8節就講到佢死咗啦，咁佢嘅仔就做咗王，但係淨係做咗2年就俾人謀朝篡位。各位，暴政必亡係真嘅。第9、第10節佢有個將軍叫心利，就要把握機會去作反。你估嗰個機會係乜嘢？飲醉酒嘅時候，結果好順利進行呢個叛變嘅計劃，將呢個聖經嘅惡王殺咗。所以智者係啱嘅。原來醉酒係能夠令人失去控制，醉酒係令人異常地脆弱，醉酒係會令人陷喺好危險嘅境地。以拉就係咁樣死嘅。睇下智者嘅小結啦，我哋一齊讀咯，好嘛？1、2、3。尼慕伊勒啊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。王子說：濃酒在哪裏，也不相宜。恐怕喝了就忘記律例，顛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段落講嘅係媽媽喺度教訓佢個王儲。Lemuel 尼慕伊勒係屬於神嘅意思。媽媽嘅心意就係佢成為一個敬虔嘅君王。聽媽媽話，上文媽媽話要遠離女色，因為沉迷女色會令佢耽誤朝政。所羅門王係一個最好嘅反面嘅例子。呢度係媽媽嘅第2個警告。媽媽講咩啊？不要沉迷酒精，應以國事為重。所以君王在上嘅要經常保持清醒嘅腦袋，以致你能夠做出最公正、最正確嘅判斷。各位，酒精係會敗壞君王嘅執政嘅。如果係咁嘅話，睇嚟我哋應該更加謹慎嘅對待酒精嘅飲品，
基督徒，讓我哋以最大嘅節制去看待酒精。係時候講翻啲公道説話啦。咁事實上呢，聖經裏邊咧又有啲正面嘅嘢嘅喎，關於酒。嗱，咁樣講公道啲，創世記，願神賜福你，天上嘅甘露，地上嘅肥土，並且五穀新酒。雅各佢哥哥嘅長子為份，所以佢阿爸以撒就祝福咗佢。內容係乜嘢啊？天上嘅甘露，地上嘅肥土，媒介啫。關鍵就係會生出五穀新酒和油。自此呢個就係上帝祝福人喺舊約嘅方法，五穀新酒油。智者係認同呢一個嘅律法書嘅教訓嘅，所以傳道書成日都咁講啊，你只管許歡歡喜喜吃你嘅飯，心裏邊快樂喝你嘅酒，因為神已經悅納你嘅作為。傳道書一卷相對消沉嘅書，智者時候好正面鼓勵啲人去歡喜快樂嘅，做咩啊？享受神俾你嘅生活供應，包括咩啊？美食同埋美酒，而且聖經強調呢個係神喜悅人嘅表示。再講一次，耶穌嘅第一個神蹟就係喺迦拿嘅婚宴將水變為酒。上個禮拜我哋研究過啦，係750支。OK， 經文特別強調呢件事會顯出上帝嘅榮耀嚟，所以嗰個耶穌第一個神蹟係令到人開始去相信佢係嗰個彌賽亞。哥林多前書，我哋不拘係猶太人、希利尼人、為奴嘅、自主嘅，都從同一位聖靈受洗，成了一個身體，飲於一位聖靈。經文話俾我哋聽，當我哋決志信耶穌嘅時候，聖靈就將我哋浸入基督嘅身體，而且呢個係聽清楚一次過嘅一勞永逸嘅事情。自此我哋就要重複嘅被聖靈充滿，被聖靈去管治。呢個要一齊讀啦。新約好重要嘅經文，1、2、3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蕩，乃要被聖靈充滿。有趣，聖經係用飲醉酒被嘴操控同埋被聖靈充滿做一個對比嘅，大家有冇留意啊？我哋好熟後邊嗰個要被聖靈充滿，但係佢比較嗰個對比係不要醉酒。所以大家唔難想像，當聖靈喺五旬節澆灌教會嘅時候，有人會以為使徒係飲醉酒嘅喎。讀俾你聽，佢哋都被聖靈充滿啦，按住聖靈嘅口才說出別國嘅話來啦。有人笑佢哋啊，講咩啊？佢哋無非係新酒灌滿了。當然使徒解釋呢個係神做嘅奇事，證明復活嘅耶穌以大能嘅聖靈活現喺信徒當中，結果透過呢啲嘅異能去榮耀上帝，帶出福音。好熟嘅詩篇23篇，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，神啊，你用油膏我個頭，使我嘅福杯滿溢。其實好危險嘅，講緊敵人，但係神應許佢會賜下美食，賜下膏油，賜下福杯。各位，聖經似乎兩邊都有正面同埋反面嘅呢個飲品。究竟酒對我哋係福杯定係禍杯呢？就視乎我哋點樣去選擇同埋執行。睇嚟對待酒精飲品係我哋日常生活一個好重要嘅屬靈操練。事實上，我講過酒喺聖經裏邊最少有兩個正面積極嘅意義嘅，讀俾你聽。提摩太前書，保羅話：提摩太啊，你胃口唔好啊，成日都病，唔好飲水啦，可以稍為用啲酒喎。睇嚟喺古代酒已經有啲治療嘅作用，所以喺呢度咧，提摩太唔係好舒服。保羅就建議話可以飲啲酒喎，咁樣箴言都有講嘅喎，所以你唔好以為箴言好負面。箴言話可以將濃酒俾將亡的人，將清酒俾苦心嘅人，等佢飲咗會忘記佢嘅貧窮，唔好紀念佢嘅苦楚。呢段經文就係正話個媽媽告解王儲尼慕伊勒嘅時候要禁戒酒精之後
佢做咗一個平衡嘅應用。原來喺古代酒係有藥用價值嘅，睇嚟似係麻醉同埋舒緩嘅作用，即係類似今日嘅減壓。講完，即係飲唔飲得啊？我喺網上邊呢一個醫療嘅網頁揾咗以下呢5個有關酒嘅迷思，即係錯嘅。第一，偶然醉一次酒係冇大問題嘅，迷思錯。事實係醉酒會為人帶嚟好嚴重嘅健康問題，講你會受傷啦，會 cancer 啦，心臟病啦。第二，飲適量嘅酒係安全嘅，迷思。事實係，就算係少量嘅酒精，其實對以下人士係有嚴重嘅傷害嘅。大肚婆、食緊某些藥物嘅人，你需要操作機器或者駕駛者，同埋你有心臟衰竭同埋中風嘅病人，高危。肝臟啊、胰臟癌嘅病人，同埋你屋企有酗酒家庭歷史嘅人。第三，迷思嚇，飲啤酒同埋紅酒、白酒係唔會醉嘅。你笑咩啫？啲人成日咁講喎，事實係一定數量嘅酒精飲品都會叫人醉嘅。第四，只要你能夠控制自己，飲酒就唔係一個問題。迷思，事實係當你覺得自己唔會醉嘅時候，可能你只係有咗酒精嘅耐受性，同樣導致酗酒嘅問題係會有嘅。OK， 第五，咖啡可以解酒，咖啡可以解酒，迷思。OK， 咖啡淨係令到你醒神嘅啫，其實對解酒係冇意思嘅。講完，各位，聖經同時有正面同埋反面兩方面對酒嘅教導，所以我哋嘅宗派門諾弟兄會係冇完全禁酒嘅，所以我哋嘅宗派係冇滴酒不沾嘅要求嘅。有邊個香港係返開美南浸信會㗎？美南浸信會有滴酒不沾嘅教導嘅。如果你知道，舉例有冇人喺 BSF 咧負責組長㗎 ？BSF 你要簽嘢嘅喎，係咪啊？嗰份簽嘅嘢其中一項係乜嘢？有冇 BSF 嗰啲啊？我生唔喺度今日啊！記得有一項跟酒精有關係的是什麼？沒有看啊，就是簽啊。BSF 嘅帶領組長係唔可以飲酒㗎。咦，唔係喎 Elisa 喎，你有冇留意到嗰行啊 ？BSF 嘅帶領組長啊，大家係簽㗎咋 ，OK 啊，執時預備一啲賣樓嗰啲文件俾啲人簽下，原來啲人係唔睇內容嘅咁樣。BSF 係唔俾帶領崗位嘅人飲酒㗎，佢哋係相信滴酒不沾㗎。嗱，經過今日嘅練習咧，我有個感覺嘅，無論點好啦，對聖經嚟講咧，酒精飲品係弊多於利嘅。所以大家真係要考慮喺呢件事上邊咧，採取一啲比較保守嘅睇法㗎啦。嗱，題外説話，教會係冇酒精嘅設施嚟嘅。OK， 所以遲啲我哋會一齊喺教會度睇波啊。決賽7月19。不過唔好飲酒喎。琴日先係話牧師可唔可以飲啤酒啊？得，冇酒精嗰啲咪得咯。冇酒精嗰啲。所以 EM 咧曾經向執事會申請咧，可唔可以佢哋嘅聖餐裏邊用 wine？跟住佢即刻補一句，我哋嗰啲冇酒精嘅 wine， 因為聖經話 wine 啊嘛，咁我哋要忠於聖經咪 wine 咯。不過知道教會係冇酒精，就係冇酒精嘅 wine 咯，咁樣嚇。OK， 各位所以你放心，你聽到你啲細路喺英文堂，原來佢哋手信之後用 wine 咁嘅，唔使送酒俾我嘅，因為我唔識飲嘅，我唔識欣賞。你送俾我咧，我老婆都係拎去煮青口或者炆牛尾嘅啫。各位，原來吃喝玩樂係日常生活嘅屬靈操練，知唔知啊？上次我哋講過，原來基督徒可以食好啲，可以食正啲嘅，所以基督徒請你盡情放心去做節。不過過程裏邊，如果得就飲少啲啦，好嘛？飲少啲啦嚇，我哋一齊祈禱下。上帝多謝你俾我哋聖經啦，好寶貝啦，俾我哋日常生活有好多嘅指引。天父，我哋知道飲酒都係一個好大嘅課題，多謝你俾我哋今日可以做呢個練習。我哋學習咗一個辨別嘅群體，多謝你俾我哋能夠去開放，我哋有唔同嘅睇法，我哋學習用聖經去判斷呢個世代嘅需要，以致我哋能夠作出
最適宜嘅引用。求你保守我哋喺飲酒精飲品呢件事上邊嘅判斷。多謝你今日嘅時間，祈禱奉耶穌聖名祈求，阿門。